屬兔嘅朋友，今年馬年咧可以話可喜可賀啊，因為天德星入命啊。天德咧就係話，只要你有德行，上天咧就會恩賜你。同時咧有福星入命，福星告照咧就係橫財就手嘅，所以抽獎運咧喺12生肖之中，屬兔嘅朋友咧係最順利同埋最強嘅。咁至於工作方面咧，因為有8座星，八座咧就代表住哇，東南西北八面咧，四方都逢迎或者係比較多機會嘅。咁但係記得啦，機會雖然多，但係貫徹性咧係必須嘅。你要小心咧，周身刀冇張利，集中火力就更加好啦。桃花方面，今年咧就有天喜星喎。天喜本來咧就係講喜慶嘅，咁可以話一件喜事重重啦。咁如果計劃添丁，甚至乎拉埋天窗咧，係幾順利嘅。不過咧，另一方面咧，有桃花星同咸池星。桃花、咸池，桃花係正桃花嚟嘅，係講交際人緣，亦都講正常嘅一啲感情發展嘅。但係咸池星咧，本來就係話紂王嘅酒池肉林嗰個咸池，所以係代表一啲不正嘅桃花或者爛桃花。天喜、桃花、咸池三樣加埋一齊咧，感情係比較複雜啦，需有決斷性，千祈咧就唔好三心兩意。如果唔係咧，緋聞嘅麻煩咧可能會牽延到啦。另一方面咧，健康方面咧，就有絞殺星同埋卷舌星。卷舌咧可以代表住是非口舌啦，或者要慎言行嘅。咁同時咧，呼吸系統或者口腔問題咧就要多加留意啦。絞殺星咧就代表腸胃毛病嘅。咁所以今年咧小毛病就會存在，但係咧整體上面咧桃花同埋財運都係幾好嘅。